位朋友，大家早安。那今天我就要特别去带大家来实测一下，我们就首先拿我们的手机 APP 来看看，到底附近哪里有这个健保特约的药局。首先我跟大家推荐一下一个不错的这个 LINE 的官方账号，大家就打开来啊，然后按一下聊天，之后呢，你也不用跟他说什么，你就传一下这个位置资讯给他，传给他了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好像现在太多人在使用了，毕竟口罩乱这件事情太可怕了，所以没有回我被机器人已读不回了。对啊，所以我现在就直接打开 Google Map 找看，说看到底现在附近哪里还有健保特约药局。所以我现在哇哦，非常多，惊人，吓死人的多。那我现在带你们看一下好不好？走。好，来那个买口罩前先跟大家科普一下哈。首先就是口罩实名上你要注意什么？一个人一天只能买2片，请不要再囤积口罩了 ，OK？ 拜托。再来就是每个人身份证的这个最后一码，如果你是奇数的话，你是135可以买；偶数的话就是26可以买。第3点的话，对，星期日哦随便可以买啊，只要有卖的时候都可以买。如果没有办法亲自出现在现场的话，代购的话，一个人一天只能够放1张卡带，好，就我只能帮我爸。能帮我妈家庭失和的首选就是买口罩，好不好？最后一个就是贩售的据点哦，总共好像有6000个，台湾有6000到7000个这个健保特约药局的据点。那每一个药局的据点的话，一天有200片的成人口罩，那50片的儿童口罩，但是这也是那个初估的数字啦，所以还是有可能会调整。先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，买口罩前，实名制买口罩前，你应该注意什么事情呢？这里有一家，不知道会不会有卖，我们上去看看。健保特约药局，好多人，看到没有？最后我们还是很成功领到这2片非常骚气又可爱的粉红色口罩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公司实际的来试戴给大家看。那我手上的这个小粉红口罩啊，我就想啊，如果各位就算领了口罩，但是如果不知道怎么戴、如何戴的话，那是不是也就是白抢白领了呢？所以我们就特别请到了这个医生啊，戴口罩的权威来教你应该要如何戴、怎么戴、什么时候戴才是正确的呢？第一个步骤，当然我们会建议可以先对折的方式，稍微让这个口罩可以平均的先对折。对折之后，我们再把口罩的2侧的耳挂线拿出来，拿出来之后再往嘴巴上套上去，套上去之后再上下拉开的过程的时候，顺便把鼻梁我们这边的部分气密度压好。压好之后，其实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小的检测，就稍微吹气一下，或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吐气的方式。如果不会看到说，假如你有戴眼镜，眼镜会起雾，或者是觉得漏气的太严重，原则上这个口罩就视同已经戴的是 OK 的了，已经算戴的不错了。当然，在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面临会需要喝水，或者是需要吃饭的时候，这时候口罩怎么取下来，也是另外一件的重点。因为我们外面的这一层布织布，第一个是我们第一个接触到可能空气中的细菌跟病毒，所以我们会建议在取口罩的时候，从你的耳挂取下来。取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尽量不要让你的舒适层是暴露在外面的，所以我们会建议把舒适层往下盖。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有的人口罩当下没有办法丢的时候，他就折一折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去，那这时候其实你的衣服跟口袋就视同被污染了。等你下一次不需要用口罩，你手放进口袋里面的时候，这时候你的手可能就沾附到上面会有的细菌跟病毒。如果仓库里面堆满的都是口罩，原来这是一部宣导影片。那各位朋友，你已经犯法了，好不好？根据法律的规定啊，如果你恶意的囤积口罩，并且哄抬价格的话，是可以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，而且还会并科500万元的罚金，很痛啊！所以呢，也在这边提醒大家，千万不要去囤积口罩。那也预祝大家在这个疫情之中能够身体健康。那我们下礼拜再见了，拜拜。